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木子占卜頻道，我係頻道主持 Andrew。今集係展示一下以奇門問事解盤嘅方式，俾啲 concept 大家。有興趣揾我哋問事嘅朋友，可以 scan 我哋嘅 QR code， 同我哋傾傾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去片。第一個問題，有位靚女欣欣問嘅係想問愛情，想問下今年有冇機會遇到合適嘅對象，可以拍拖呢？有請木子老師為你解答。好，我係木子老師，交俾我。首先我哋睇下代表欣欣嘅宮位就係貴落近宮，有六合，可以代表欣欣真係諗住啲感情事。馬星就代表着急呢件事，但宮位入面就有幽門，可以代表停止。而近宮亦都係代表艱難同埋停止嘅意思。咁喺呢度，奇門已經係俾咗兩次相同意思嘅信息。再睇埋結果，壬就落對宮，死門都係冇乜動靜，死氣沉沉咁。結果嘅五行係屬金，而欣欣嘅宮位係屬土，土生金，要努力付出先至有機會。但始終呢個時空盤就叫做干星伏吟，即係人際關係同機遇上都係冇乜變動。我哋都可以參考下月干，都係落咗坤宮，本身坤宮已經係代表多人多事，仲要喺個宮位入面天盤干同地盤都同一時間出現咗忌干，似乎男女關係都好複雜。不如欣欣首先清理下自己間屋，又或者房入面西南面嘅雜物，因為有時間屋亂都會影響到我哋嘅氣場。好，下一個問題有位細寶問。